叫张山，我的哈萨克名字叫阿尔烂。我目前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博士研究生。我和萨伊拉什老师学习了有4年的时间。然后这首曲子下面这首叫做《昂什嫩扎》猎人的悲伤，是老师教给我的一首非常棒的一首这个冬不拉的溃。现在我来演奏它。